接下来是诗班献诗，今天是由三仙教会的诗班来献诗，献唱2首诗歌，赞美诗的179首，预备进天国；第2首赞美诗65首，靠近主。诗班是由唱阿美语，神都愿意人人都能够得救，可以得着永生的生命。今天晚上借由诗歌，我们去感受、去聆听属灵的国度。爱慕真理的慕道朋友们，信而受洗，必然得救。愿主的灵能够与我们同在，同享主恩。我们再次欢迎三仙教会的诗班。
接下来，我们继续请三仙教会的诗班来献唱2首诗歌。第一首赞美诗170首为主勇往，第二首373首只要相信。啊。
再次掌声，谢谢三军教会。